二三。是万恶之首，黄秀芳委员过去长期在立法院推动反腐的工作，不管是修法或者是预算，黄秀芳委员都非常支持行政院的反腐策略。那也在黄秀芳委员的支持，我们从106年的18亿的预算增加到今年的33亿的一个预算。那很多的这种修法，包括加重这个贩毒、运毒、弃毒等等这一些的刑责，那黄秀芳委员可以说都是在我们立法院推动反腐非常认真而且非常用功的一个委员，所以我们推动反腐工作在立法院少不了黄秀芳委员，特别来感谢黄秀芳委员在政府推动反腐工作的支持跟帮助。好，未来秀芳在立法院会再次针对毒品的部分再来修法就是贩毒跟运毒的部分要加强提醒。那我们在社区还有学校也会来加强宣传这个反毒的一个重要性，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所有的人都能够远离毒品。好，谢谢。有我无毒。都是年轻人，对，好，那他就这样摇着啊，他也不晓得自己在干嘛，用拍的，对，这个是毒品啊，这就是毒驾，对，所以开车，他开车的时候，对，所以如果这个司机是这样的话，你随时都想要，你就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读书。那再严重一点，就伤害到肾，你的肾就要洗肾的。那你其他的东西，所有的毒品完全伤害到的痛苦的点，就是你的神经系统。那你想想看，你有没有牙痛过？有吧？牙痛很痛，对不对？因为伤害到神经，而且它在神经在痛的时候，有没有？它是跑的哦，它一会儿头痛，一会儿这边痛，然后脚底还会感觉千万只的蚂蚁在跑，然后这身上的痛有点像那个千万只的针插着你，所以戒毒是很难的。那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已经做志工10年了，是慈济的教师联谊会。2009年肖水明教授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已经严重到你无法想象。我们年轻的时候说，哎呀，那个老师都告诉我们说，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对不对？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可是现在是保命防毒，人人有责。小心毒品就在你身边，它垂手可得。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不是只有弃毒就能解决的？宣导很重要。例如最近很多人在对那些欧巴桑宣导什么呢？阿拉伯茶，那个阿拉伯茶是产在那个阿拉伯。哎呀，好可怕！我不要吸毒了，好，然后再来，我们用医学来跟大家说清楚。